咱即马共款过来介绍的，就是讲甲手动作相关的即个台语字。咱即马第一字要介绍叫做落它是用手握紧揉捏咱譬如讲衫裤落落的就是衣服用手抓揉清洗一下搁一个例讲落咸菜落咸菜是啥？就是腌制咸菜就是把盐揉进去叫做落咸菜搁怪较有一个意思叫做掌握握有。咱譬如讲落拳落拳是啥？落拳就是掌权掌权的意思。落好，在下骹这字叫做扯这是砍的意思啦，就是用刀斧来劈。咱譬如讲扯甘蔗就是砍甘蔗的意思。扯茶就是砍柴的意思好，搁下骹这字左边跟右边都是手，然后中间是一个分这个华语念成掰啦可是台语念成背它是拨跟扶的意思咱比如讲头毛小拨一下头发稍微拨一下好，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整理一下，它的意思是整理一下那个另外还有一个意思是挡开啦，比如讲我用手给它掰开我是用手把它挡开叫做这里叫做掰。好，搁过来下骹这里叫做摸手臂搭在别人的肩膀上。那譬如讲你安尼给摸也拍谁，尤其是男生去摸女生的时候你这样搭他的肩膀，他会不好意思呢叫做摸如果人两个很相好就可以说因两个拢相摸因两个相摸就是感情很好勾肩搭背的意思好，搁过来下骹这里叫做背用两手指把东西把它分开拨开。咱譬如讲背柑就是剥橘子或另外一个意思是张开睁开，譬如讲目睭闭开就看到伊就是眼睛睁开就看到他了好，谢谢。